大家好，今日廚師介紹做3種唔同嘅冰沙。呢度150個 ml 奶，呢度150個 gram 士多啤梨郁焗，呢度係8粒車厘子。做之前洗乾淨佢，去咗核，擺落個冰櫃嗰度30分鐘。咁打起上嚟就會好食好多，因為呢好飲好多，因為呢咁夠凍。而家開機打到嗰啲水果爛就可以㗎啦。第二個我做係雜果冰沙跟雪糕，200個 ml 奶，半杯雜果跟5粒覆盆子，我擺一個芒果菠蘿雪糕入去。又係用機打爛啲水果就可以㗎啦。第三個我要做係蜜瓜冰沙跟多種果汁，先擺落多種果汁100個 ml， 擺啲哈密瓜，擺啲蜜瓜，擺啲桃。擺少許油肚，又係用機嚟到打佢，打爛咗就可以㗎啦。3個冰沙已經做好咗啦，好多謝你哋收睇，希望你鍾意飲，下次再見啦。